帮人准备王婆娘也没别种，你们没在这边对也得什么的，这个人不是养大我们来讲说吧，那等吧，你要些都要了，跟家咋了？都是上街他们这些我这当经过的讲真，可能就话就会王婆把了干嘛吧？小不老可别长的人叫做就亲戚老婆，这都说了，那话他年别身边他们家那么家老那么把家娃做别上街去，恐怕啷个不来啥的觉得，他别说什么，你不是就你们都上八强就做到身边把我都在那，哎呀，三不来呀，把人说。首先，请大家升起菩提心而来听闻，也就是为了要利益一切的众生都能够成就圆满的佛果，因此我们发心来听闻这样一个甚深的正法。他老刚才把它查下去就是二十下呢，马上把去呢，因为他不拉着呢嘛，那人把你去的，老总，我王婆也别当了，现在老总他们这个人不对吧？啊，老总团团慢的，写别干的。那么我们今天这几天讲解的是修心七要，这个法教是由佛陀传承下来，到阿底峡尊者历代传承到现在。从阿底峡尊者传到冈波巴大师，再传承到现在的这样一个集合了可以说众多修心教法的一个精要，也就是修心七要。对呢，看上这个团的嘞，团在那边拿来这个这就能送的，这看着那村上就没几乎啥是那个这就能送的，这他那些人。那么在之前的课程中呢，我们漏讲了有一句也就是坐间修幻化。那么今天接着讲这一段。他老总给东人给定下去了，那边告诉东人给定下去了去。这来呀，当年从咱们说长沙话当国话当山沙话来说呗，告诉让给人的有么到就结果，有么到得把出吧马英吧，马英吧，这了现场的吧，有么到我英吧，因那让这个这了对呢培训全部这，很多全部这，小孩全部这去学吧，有么到就结果，公布来说。那么坐间修幻化，它的意思呢，也就是之前我们在定中观修了这个菩提心、圣意菩提心之后，接着起坐之后呢，我们在行住坐卧当中，我们要记得自己的身形就是如幻化是一般的。换句话说，我们自己不是一个实有的个体，而是无实有的这样一个自性。那同时对自己的身也不起任何的贪心。然而虽然说无实有，但是我们依然能够做到许多利他的事情，还是有很多的能力的。那这就是在坐间，也就是日常生活中要修幻化的意思。他的年头个路了，路台没上完了对呢，日巴当、夏当、茶当，现在虽然说吧，被没上完，就出来那把了对呢，现在线上帮的走路才下来，那么新村家是不也嘛的。对于我们这个身体呢，在小乘的或者说南传的见解声闻缘觉乘来说呢，会视这个身体为不净，那么也就是这样一个血肉之躯，它是不净的，所以我们要舍弃这个身体，借此来断除我们对身体的各种贪爱之心那么
主要的是视身为不净而断除它，而断贪，但是并没有说利用身体而起到利益众生的这样的利益。유마다고 마인 바텔라 에 팔바신도 르 넘버 2 바당 사바도 셴바게 찍나 되게 현주체 두고 말해 사바도 셴바 매바세 대고네 심진 현기 네 자신부 체토 말해 然而对于这个身体，在这个大乘却认为说，这个身体是如同幻化是一般的，它没有真实性。然而，它却能够变换出各种利益他人的这样子的大的利益哦。然而，如果我们视这个身体为实有，就像凡夫一样而贪着的话，那么利他的这种利益是无法产生的。这样让给주마다고写出说呢，甚至现他们讲주마다고写，但是甚至现他们讲주마다고写的这个甚至现了，这样写。如果能够知道自己的身体如幻，那么你自然也就进一步。如果也知道众生如幻的话，那么利他的事业会更加的广大。주마다고 쉐발라 때네 다네 내가 텐데 레투게 말에 다가랑 깔에 거기에 다 대가서 민도 삼네 되네 저와서 뭐 제발라 어쩌고 뭐 마이마 주마다고 쉐네 되네 동안 중나야 잡아 매봐 기부 중나야 가와 매봐 주마다고 되네 쉐네 되네 섬제 쉐이 제거 말에 同样我们在利益众生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不仅是自己的身体是如幻化一般不真实存在，也知道一切的外气世间，这一切也都是如幻一般的。所以，因此我们不会疲累，我们也不会害怕各种痛苦的升起，我们各种快乐升起，我们也不会贪着。也因此，这样子无苦无贪，也就不会没有恐惧，也没有这种贪心，那就能够很好的利益众生。되네 팔반나 신게 덴바다 응어버는 데나 되게 응어버는 데 바데 논주게 껴내리 껴는데 개와사사게 요르데 껴는 거 똑바디 살아 얘네 개와랍세 뭐 명말에 所以知道如幻是很重要的。那么就像刚刚谈到，我们知道自身如幻，知道情气世间也是如幻，也就是有情众生跟这样的气世间都是如幻一般。如果带着这样一个如幻的心，那么我们做任何的修持，包括礼拜、供养等等，它就能够产生很大的善的功德。但如果不知道一切是如梦如幻一般，而像是一般凡夫一样对一切都升起了强烈的贪执的话，那么这会让我们的各种的修持的善力无法开展。주마다고 대양 주마 팔바마인 바 이담을 하 있고 심지어 참저장 이담을 하 너인지된 샤야강 대라 곰네 대내자사 와도 초반별 와도 심지어나 지바당 와 소바공발라 소바 수놈게 소사베게 그 군족게 개와 참저장 대내장 제벌도 하고 두도 그래 如果有的人你在修持修心的法照，同时你也修持密乘的像本尊的观修的话，那么你就会更知道说要不仅是要视自己的身体是一切情气如梦如幻，甚至要升起静观，也就要想自己就是本尊，一切的情世间也就是一切的有情众生也是本尊，而一切的气世间呢都是坛城，本尊的坛城。如果带着这样的一种静观，那么在生活中你去做任何的修持善行的话，那么这个功德会更殊胜。
나 가상경 전에 졸람군도 쓰기 좋은세 정주선배 졸람제 라게 나네 되네 시행나 팬배 쓰기 주네 대단 행직도 되네 라게 기와 두고 말해 接着再接续昨天谈到了，也就是三净读善根，这个讲过了，所以接下来是诸威仪持诵，这也是一个菩萨他该有的生活中的一个行持，也就是说他在各种的威仪，就是各种的行住坐卧的时候都要持诵，意思就是口头上都要持诵，都要念诵什么呢？就是利他的各种的语言。对啊，那就到的。个当把也路数了，甚至他们就让给就啊，不到人都写下，甚至他们就不到不，然后又不到人都写下，甚至他们就不写，然后又不到人都写下，那我当家他们就就是不写了，我做咋行不？做甚至过来不落噻，东儿当旁边他们就让给来喏噻，就到都天天看来就个嘛。举例来说呢，在噶当派的教言中也有谈到说，我们要视众生为我们的主人，而自己是仆人，要带着这样的念想。同时，语言上总是要说的是什么呢？也就是总是口头上要说一切的快乐、一切的好处都给尊贵的众生，同时一切的痛苦、一切的损失由我这个仆人来领受。要嘴上也都要，语言上也都要常常这样子说。나 심지어 탐지게 득바 탐지 나라 토바쇼 나게 개와 탐지 심지어 꾸나 토바쇼 대답 보면 안 되죠 그 말이에요. 同时，我们嘴上还要这语言上就要持诵，而这常常要说，要持诵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说着众生的罪由我来承担，自己的善要给予众生，这是随时要怎么去念诵，要持诵的。나 대답보다 망고여래. 다 세사에 가서 가라사 자동 제배 가서 심지어 탐지 띵인생 그 세라 롱주고쇼 섬 세사에 대한 정주구조를 봐줄 심지어 탐지 띵인생 그 세라 롱주고쇼 섬 띵인생 그 루초야 요래 지주메라 시라메바라 나와만 보고 검진 쇼바리 띵인생라 쇼네 띵인생 되게 루초로래 루초 루냠만도 제 가라 나 히레드래 所以在任何威仪的时候，也就是任何生活当中的行住坐卧的时候，所以这就很多了。譬如说你在吃东西的时候，在喝茶的时候，总之在饮食的时候，你也可以总之要说着，要持诵的，要想着是什么呢？就是众生，希望众生都能够以禅悦为食，或者说以禅定力为食哦。那是有这样子的记载的，像弥勒日巴大师他那时候没有很多的食物，但是他透过了禅定的这样的力量，他也能够活得下去。他我让做入namji 나네 이나엔다 침바 갱예 namji 나네 이나엔다 같이 맹글래가 내가 열어와 맹글래가 내게 맹글래가 내도 맹글래가 내 मैं सोए था मैं ते गाय नाया लेगा ले बे काउसो समझे समझे कि रिव्यू ने देगी युई ने रिव्यू ने लुग ने डामे डा युई ने युमो मो तुसुम ने समझे तुसुम ने युदान रिव्यू ने समझे हिवर शो संने मैं के लेगा लेके सो कुछ दे सम खाले तिदे जु ngale तिदे जु सम समझे बोले 在座的各位有是出家众，也有是在家居士。如果你们有身为比如说医生、护士，或者在所谓这种照顾病人的工作的时候，比如说你在给予治疗，在给予他人医药的时候，你心中可以这样想，口上也可以这样念、这样说，是什么呢？就是想说，念说希望这个病人，或者说希望一切的众生，各种的果上的疾病都消除，因上的疾病也消除。果上的疾病呢，指的就是身体上我们看到的各种的病痛。
那么因上来讲，是指说造成这些果上病痛的原因，也就是我们的三毒烦恼。所以随时我们都要这样持诵。有准备告诉，学会啊，让对了，天天让读书啊，他们那学会那把书那个，起码他们那天天去，天天搞过了说吧，准备告诉，现在他们是随便各当天把学，随便讲的，随便各当天把学上，俺这里就过来。然后早上一早起来的时候呢，我们说要穿衣服。这时候你穿衣服的时候，你心中要想说，像出家众，你就穿着三衣；在家众，你可能穿了这个白衣等等，你就要想，希望众生都能够穿上、披上忍辱之服。这个告诉，现在他们就尊重现在你话了，对呢，做不上去就恐怕就不脱手上。同时呢，当我们在这个旅行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要从某一地到另外一地，我们可能乘坐汽车或者是飞机等等，希望很快速的能到达这个目的地的时候，心中就想，口头上或者也说，就是希望众生都能够以很大的精进之力，能够快速的成就佛果。他这里有些他们电文上面的大约告诉，现在他们在左边上去长话的明白用的他们在给电木通往修上，又不通修上才不了。那么，当我们在看电视或者在看许多的电影、影片的时候，娱乐的时候，我们也发愿，希望一切众生能够远离各种的负障，而得到而心识得到成熟，尽快的成佛。最近刚上给每场特别告诉，现在他们在如果上街了，说不给予信心，那到处做把修上过来。那么，当你跟这一些亲人朋友相聚的时候，你可以想说，希望一切众生呢也都能够恒常执欲善知识，而能够快速的成佛。他谈了说吧，天天让给天天日巴给谈了，别让呢天天八度没吧，天天说呢天天就这些过来。所以这里说诸威仪意思就是说各种生活中有许多的行持，你有许多的威仪的时候，你就可以有着无量的这样子的发愿，都是发愿为了众生而做。这些人两百个人，让呢咱们是东儿去两百个数样，甚至他们这个东儿两没多把个，特别爸爸没用那，他这个在两头一样是爸爸穷呢，他让我在他不开别个呢，让给东儿让给两个。랑게 동안 랑게 간데서 랭거스나 랑 마음바게 동안 상나 랑도 깨와 치마 데레라 렘베 냥예고 동안 다다수네 마음바라 기부시 되체 다다수네 오용 우수네 마음바 토모도 베체 당부 드리지 겁니다. 接着呢，取次从自起那这一段呢，主要是说我们在练习领受众生的苦就像之前的施受法的时候说要领受这个众生的苦，可能有的人会害怕说一下要领受所有众生的苦，可能觉得做不到，所以这里是一个善巧方便，告诉我们说取次从自起，就是你可以领取的痛苦呢，次第先从自己的开始，这里的自己指的是未来的自己，就是说当你现在在接受各种的苦各种的时候，你就想希望未来的自己的苦也都由我现在来领受，或者你透过呼吸的时候吸进来的这个苦，你可以先从想说是未来的自己的各种的痛苦被自己吸进来，所以未来能够得到快乐等等，所以这是取次从自起的意思。대네 뭐랑게 라마게 신연자고 랑게 조본자고 랑게 파마 부포mon자고 진짜게 동을수래 다도 두분양으로 삼 레베 곰 디랑게 더 파이지 랑게 저와에서 수도라고 那么当这样子练习之后，你慢慢比较习惯不怕了，
那么你再扩大一点，就是想说，希望一切自己的上师、善知识，或者你的亲人、朋友，像父母、孩子等等，他们的这些痛苦由我来领受。透过吸气的时候那么他们都远离了一切的痛苦。대라 마자보 공수나 고미시베 심제 야와다 예사라 소변로 탐제다 인직된 내래 현도 주베 야와다서 ene 심제 탐제라 고마야야 펜네 이제요 래讨论给我们。那么这里的次第，接下来再可以你想的是，所有你认识的这些人、认识的这些众生，然后再慢慢扩大，再到不认识的这些众生，可能是地狱，甚至是恶鬼道等等这些更多的众生，你都想他们的痛苦由我来领受，而我的快乐善的给予他们等等。所以你会看到它是这样子次第的，先从自己开始，然后慢慢的再扩大到一切的众生。되게 로좀 된게 된세 니바데 좁네. 다 숨바 갱의 정숙람도 줄와. 갱의 바탐제 정숙줄람도 줄와. 那上面这是7要当中的第2要也就是观修菩提心的正行，修持菩提心的部分。接下来是第3点，叫做转恶缘为菩提道。大约这个啦，内句特别강해서 갱의 정숙 람도 줄으세. 다 내진 직행당 주지 심전 탐제 답에 두두 독자 세네 두두부 세네 답에 미탐제 마지부 두두부 된 저번에 날 세는 거라 봐 텐제 세네 득빈지부 동아르지 강외세 다 대답을 랑양 지부 용거 말에 현양 지부 용거 말에 대답을 동아르 신부 세배 나와데 정주고람도 줄거 말에 해서 那么在这里的偈言呢，就是最满情气时，恶缘成绝道那么这是指说，在这个世间上，我们说是像现在是这种叫五浊恶世的时候也就是自己总是烦恼痛苦很多，他人也是烦恼痛苦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呢，我们要将这一切的恶缘都转成是菩提的道就是觉道。대라양 낭세게 나버 소미여 발에 고섭 장주부 섬라 땜바 전담 장주부 섬라 땜바然后就把切巴的这样땜바 나버 소미여래。在这个当中呢，又有分为3个部分，一个呢是世俗菩提心而转为觉道。再来是透过了圣意菩提心转为觉道，再来是特别的行持。대탐제 동아탐제 연구가 싸워지를 두버래. 싸워지기요래. 대하고래. 강한의 사람 다 뭐랑 뭐지바 다베 영상 사고 되네베 뭐지바 드레 세베 가서 대탐제지 싸워대 현 강양 말이야. 다를 제버는데 봐. 랑 동호장화야 다를 제버는데 봐래. 다를 제버는데 줘. 현양 다를 제버는데 지기요래. 다를 제버는데 봐되 좋아래. 首先，第一个呢，转恶缘为菩提道的，就是世俗菩提心的一个思维，就是说报应皆归一也就是任何时候我们要想，当自己譬如说遇到痛苦的时候、烦恼的时候，要知道说这都不是别人的过错，事实上报应皆归一，这个一指的是自己的我执，就是因为我执，所以我们会遭应各种的痛苦，同样他人会遭应各种的痛苦等等，也是因为他人的我执而产生。而且呢，这样子的一个我执呢，它是可以说很长很长的时间都在这样子伤害着我们自己的，同样他人其他众生也被他们的这种我执而伤害了很久。
다 저기에나 나 현다게 나도 좀 나심 눈에 땅 두고 말해 나랑라 잡배 마세 보게 나도 전부 주나 되게 할래나 깨워 찍으라 눈에 땅 두요 깨워 내 담라 깨워 심마 편수 그 눈에 땅에 여 말해 눈에 땅 신게 말해 事实上，这个我执它真的是最大的一个敌人哦，最可怕的一个伤害我们的人。因为你看，再坏的、再可怕的敌人，最多吧伤害我们一生而已。但是我执的这个仇敌哦，他却伤害我们生生世世，甚至伤害就是伤害到我们生生世世来生。然后说벽에 로주나라 네 양공생게 드레스요 봐 민라 양공생 양공생게 드레스요 되게 깨와 düğün에 누구당 그래 세래 뒤깨와 가라서 뒤깨와 깨와 düğün을 고찰래요 그래 깨와 düğün 대산에 되는 이게 힘을 말을 세래 깨와 düğün라 이게 마 传说呢，在藏族的一种传说中就是说有一种鬼叫做加工，对，加工的这样一种鬼它呢是会也蛮厉害，它会害你7世，就是说你今生害了，它会连续害到你7世，但7世之后它就无法再加害你。눈한다 찍어도 당신 말해. 눈에 찍어도 소식 말해. 그 라면 땅그리. 내 라면 땅. 나 되네 내바스. 네. 그래 그 저기. 되네 야외 동할 이다 그 동할 두두 동할 그 당신 말해. 而这种呢，加工呢，这种加工这样的一种鬼呢，它也只能害你一种这种，给你一种痛苦，就是疾病的痛苦，当然各种的疾病，但它无法给予你像是投身到地狱啊或者其他的这种苦，它是没办法的。나도 이제 되게 냐와야 동을 그 동안 가르세 미 용성 그 동안 아 하마이 탑도 그 동안 하이 치푸도 그 동안 로르 그 동안 좋았다 叫我们让我们当点吧，而我执呢，可就厉害了。它这个是不仅会给予我们地狱的痛苦，三恶道里面其他的恶鬼畜生道的痛苦，它甚至我们说人道当中的这一切生老病死的痛苦，那阿修罗的各种斗争的痛苦，还有天人的这种将来会死亡之后下堕的这种痛苦呢，它都会给予。所以我执是最恐怖的这种仇敌。呀，他这说，这个他跟了个真些哇，我们是，这个他呢，他什么他们这个真些我讲，什么他们这个真些不的，做不上去下去做吧，他呢，차와다 민베 연대 탐제 문도 주네 야갈 도지 된데라 조버사제 고모 토바대야 샘제 탐제라 무유 샘제 탐제라 닝제 고버 된 총을 와그 자와 먹어라 샘제 탐제 되게 성이 좀 되라 팬상 같은 요래 하다 치는 힘이다 되는 뭐 총말아서 봐 눌러서 봐 내가 주제에서 요래서 와두 탐제 성이 좀 될 팬상 같은 요래 성이 좀될 닝지 유를 와 닝지에서 유를 와 루이나 시나스기 루이나 어디 그 성이 좀 될 펜다가 제일 요래 再一个呢是修一切大恩那么这个意思是说要知道一切众生都是有恩的那么所以我们说佛陀呢他之所以能够一切的断证的功德他都能够圆满成佛，就是因为他多生多世他不断的观修这个大悲心，圆众生大悲心。那么他对众生他一直有这样的大悲心，比如说他对狗，他对猫，他对很多的这些动物昆虫甚至蛇类等都会有这样子的大悲心。내 조종하지 뇌에 늘지된 좀 조정하지 제 뭐다 강토는 안 되는 거 시다 속에 나 조종한 노로 지도 뇌죽 때에 네 심지어 진행자의 탑피에 가면도 다 들려지게 지금 所
所以我们见到任何的这样一个众生生命的时候，甚至只是一只蚊子，我们都要有这样子它是恩德很大的，同时要对它升起这种悲心。像我自己来讲，见到这样子任何一个动物昆虫，我都会为他们念这个叫蚊解脱咒，这是出自大宝福藏的这样的一个咒语。有的时候呢，有的人也会请我加持一些动物啊或者什么，我也会为他们就是念这样一个蚊解脱咒的。我也没其他方法更好帮助他们，我想就是念这个咒回向给他们。아바도 되네 ndrege no ba chuna ndrege ka ri chmo yise mala no jenge mena 되네 no 소니 조도 말해세 no jenge kyol den nga 소니 조 그래세 hentel라 torma tang jimba tang molam tak ndretam지 기부용이야 molam tak 지금가 no jebe ka ri su kiran 기부용 쇼 ndrege 동해 망부 요래 저도 시에 그 수루 땅 또마 땅 제요래 그래서 저 기부용 쇼세 내가 제요래 那么尤其呢，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被这种这种叫做鬼神所侵扰那么事实上这时候你对这些鬼神你也要升起大的这种悲心的，要想说他们是恩德很大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们没有人加害你的话，事实上你的两种资粮也是无法圆满的。所以当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不管是鬼神啊，或者是任何人加害你的时候，你就要想说希望你呢能够圆满，希望你呢虽然伤害了我，但是我对你祈请我对你回向，那么我对你譬如说鬼神来讲，我对于你施多玛呀等等，那么希望你能够得到快乐。事实上鬼类呢它也有很多痛苦的，所以你这样子回向，希望他得到快乐的时候呢你的两种资粮也能够慢慢的圆满那商业中间过参当百姓的吧，行动在吧，有嘞，他他他们这百名在不要嘞，东港不拉的，苏港不拉的，苏百名在不要嘞。很多商业中的工作人去年被告诉，商业中的这个过去这边实际这个，他同时样那中西满世不达那我认重要嘞，哎呀，我听说都这账不对了，对了过了后头我是说要嘞，我说看的是呢。那对了，进了说别个没他读下去的要的，然后这读下去的，是不是说这读下去的个，那把接听了什么公布了带呢？带呢，这个那把接，这等这个那把个人了带呢，这里穷了嘞。生意专门的过了后头是要的吧？后头是，他从这这账我看来穷了嘞，是那，他他们这个生意能够要的。同时看来穷的是呢，所以说我们这个交往忙不了，对来讲了说别个内几个要了吧，对了是吧？我们然后这这个内几个就有吧，对了，天天基本当是吧？我们修，天天扎腾这一个事情天天穷的。同时经典呢也记载说，我们看到佛陀总是能够生放各种光明是如此的庄严，如此生放光明。为什么佛陀会有这样子的光明展现出来呢？甚至我们说，你说天人也是很庄严的，甚至也会散发这样光芒。但是，常常天人去跟佛陀闻法的时候，天人呢根本甚至是都变得像丑陋一样了。那么，所以这个身体的光明，它佛陀之所以会有就是因为多生多世以来，他能够不断的安忍辱修持忍辱，也就是对于各种罗刹呀、鬼神，甚至各种的仇敌的伤害，他都能够忍辱。那导致这样的一个功德，也就是佛陀常常会生放光明。다에 군도블 템바 다 전담라 템바데 춘남 꾸시르 따와에 동ning 송아 라나 남네 다케네 뭐 도탐제 상지 꾸시기 랑신라 곰네 야한데 전담배 왕도 꾸시라 곰네那么说过来。那么转恶语言为菩提道，刚刚说到分三个，第一个以世俗菩提心的部分就是前面这两句，接下来以圣意菩提心方式观修，就是迷境观四身，空护为最上。也就是当我们遇到第一个迷境观四身，是指当你遇到各种的迷惑的恶缘的逆境的时候，你要观这个佛陀的四身。다 동해뱀에 망보종나 대탐제 오동바 취주고 남바
苏德扎拉说的那么有把的准备过劳工，准备过营什么工，准备过劳工。那么，当我们遇到各种的迷境、痛苦的对境的时候，我们要想说，这一切它的本质为空。那么，这就是法身哦，四身当中的法身。再来，这一切你遭遇到的境象、一切的色相，它就是化身，四身中的化身。他东巴当沙瓦尼松顿酒吧龙酒做别过，东巴当那巴沙瓦尼松顿酒吧龙酒做别过。再来这样子的一个法身空性，还有化身的这样子的明明性，这样的明空不二呢，它就是报身。对不对？대탐제 예를 해 봐. 뭐 라 예 예와 체 말에. 대 오니 고 라고. 再来这样子的三身法身、化身跟报身，他们三者是无法分别的，是无二的，所以这个就叫做自性身。所以这就是四身。나와 사고 대유백에 네 예매도 과자 동반이 기 숭고를 해라 해다 보고 나는 내 바동을 매용와 동반이 기 숭고를 제차와래. 所以具备了这样子的这种见解的时候呢，可以说就是这样子的明空不二的这样子的见解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最殊胜的铠甲。所以说空护这样子的空性的一种守护，这样的一种见解是最殊胜的。就把切不了这样点吧呢，就是我一天他比说，就把切不了这那么他那么需要的，对娘是来过来。接下来第三个转二元为道用的方式，就是依止了特别的行持所以这里有谈到说四行甚方便。大家来那边东海省不停的说呢，但呢然后啦，大厅上没人种的，但呢多嘛当那차안살와多嘛当哇，东吧，협대는东시들은 되네. 해내 생배 삼발라 나 기부르는 심전에 펜토도나 나 기부르요 요새 나 누구르는 심전에 펜토고서 나 누구냐 동아냐 와 요새 대답이 네 레소메베 랑 기부 중에 레와메바 내가 뭐 동아를 잡아메베 그래서네 소하다 그래 협진조 좀 네. 那么其中第一种特殊的行持呢，就是做各种的供养来转恶缘为菩提道。这种供养的方式是指说，比如说布施多玛呀，或者说你做礼拜啊，礼拜供养啊，或者你念诵经典等等做供养啊，等等的。那么同时在这样子做的同时，你也不要有任何的恐惧跟这种希求，就是不要有这种得失心也就是说，如果这样做了之后，我是得到了快乐，能够利益众生的话，那希望我就得到快乐。如果这样做了之后，我还是得到了痛苦，但这样的痛苦我也能够利益众生的话，那么得到痛苦也没有关系。总之，无论苦乐的境你想都是利益众生，这样你就不再有恐惧跟害怕，还有这种希求。好，而且다 이번에 다 대답이 되는 두개 받아 동안들의 세 번째 나당 semje 탐제에 내내 닉빈제 버래 나 다시 semje 탐제 닉바드 장구도 선네 닉바 정에 답을 제 버래 再来第二个特别的行持呢，是你要想，当你在遭遇到这样子的恶缘、各种的逆境的时候，你要想，这其实都是自他的恶报，就是一种罪报罪果，所以你要想说，希望自他一切的这样的罪业的果报都因此而清净。다음가 세배 닉발라 조바제바 다 닉바티랑 또 비기 장거래 조바제바 닉발라 조바제바 순지배 또 다지제 내리 미사오 냐바 닉발레 라르 동보 라르 동비도 라르 동비도 닉발레 동비도 那么我们要想当清净这样的罪最好的方式就是透过4种力量来忏悔。其中第一个力量是叫做后悔的力量，也就是对于之前所造的罪呢，你升起一个这是不好的后悔的心。那么再来第二种是力量，是说我未来不再造，你要发这样一个誓言的力量，未来不再造罪的誓言的力量。내가 장에 대 건조 나뭐 숨을 때니 되네
张国办一边呢，电起多。再来四力当中的第三种力量忏悔呢，是指依止力，也就是你可能在三宝面前做忏悔，所以这是依止的力量。那的这个念不中业，小孩子我的东方你个中国呢，的把讲话这个要的，那么如把个送下当，多少身边送下了当，满年了说吧。送好的，你不接不进大年，对吧？就我这样有的。那么再来第四种忏悔罪业的第四个力量呢，就叫做对治力。那么对治力的时候，可以说有很多种方式，其中一个是观修空性，或者说你也可以念诵咒语，譬如说念诵不动佛的咒语、金刚萨埵的咒语，或者念诵观音菩萨的六字大明咒等等。来了，现在写了就跑了，先把当，他把新兵多了说吧，多什么的，你把中也没谁要的，听这了说吧他就讲咱们人忙不要的，同时就呢，让给的话讲话，就现在心情给的话讲话，他不接，听得些我的，而且是不是他们这的话讲话他。所以，总之四种最殊胜的行持哦。那么这里谈到第二种，就是净除罪障的部分。我们还可以念诵像《般若经》或者《大解脱经》等等。总之有很多净除罪障。这里尤其是要想说净除自己和他人、其他一切众生的罪障哦。所以这里说四行甚方便，第一个是积资，第二个是净障哦。天天那些了，多么当年，那些了多么当年，而且给我了那把家伙这边也不穷噻，东方他们这个早到的什么的，你老不能才多少噻，多么当年，到老不能才多少，到了那接着去，东方给早晚到的什么这样把早晚的没吧，所以这说起什么的。再来一个四行甚方便呢，再一个是像这些害我们的这些鬼神的施多玛。那么这里的意思是说呢，甚至你要想说，太好了，谢谢你这个伤害我，这个鬼神等等，你伤害我，因为你这样子就帮助我消除了我执，甚至请你加害我，让我能够真正的消除我的我执。所以你要这样子向这些鬼神施多玛，然后这样子做请求。多少样呢？中国了多么当年，这样做个这样做个通达了，我给天天东人给罗中给长寿个什么样子那个有些，他那拍摄马些拍的天天我通达嘛，因是别他们这个通达因，我这样做这样做个通达因，天天要不拍摄没把他的心别给真人这种说这做不来。同时，施多玛刚刚那样一个祈请一种发心，是消除我执的发心。同样，当你在对鬼神施多玛的时候，你有第二种的发心或者第二种的发愿是说鬼神我对你做这样施多玛，那希望你能够保护我，让我的修持能够顺利。因为我现在在做的修持，就是透过这里修心的施受法，那么将好的一切给予众生，包括了你鬼神，我也希望一切好给你，而一切的痛苦都众生的痛苦由我来领受等等，所以也希望你能够护持我，让我的施受法，让我的修心的行持呢能够圆满，而没有障碍。然后最终老多嘛朋友接着去这边发展小那下边都罗中给，甚至就东方最了，然后到发展这个创谁都说了噻，你这有我是用就用那么的，那这就说了这就用了真的叫不来。同时呢，我们也会向护法施予这个多玛，是希望这个多玛呢，是希望借由供养这样一个多玛呢，能够护法保护我们的修持，尤其是现在在做修心的，比如说施受法的各种修持能够圆满，能够没有障碍。他这些了，超了康图，我们就讲了噻，让了给我就穷，这人给我也不穷，满天都去这边，听见也不穷了，
야 심제 탐제게 내내 사베게 나래 사베给我出去用小什么。所以刚刚就是四行胜方便啊。那么再一个呢，叫做所欲修道用。那么这里的意思是说，像你今天我们做任何的修持，做任何的善行，当你在做完之后，你都要想一切众生也都得到这样的善行。然后大家修持被告诉，没那么这当呢，天天修持被这个一般大人是个这样的有的话，就这样了，你那么当。然后呢，没有说多把娱乐界，多把什么娱乐界，从那甚至他们就这个打你来他把用我学，我那个就这边你来他把甚至那他把学，他们就他把学什么的。所以所欲修道用，就是无论你遭遇到做任何的修持，你都要转为道用。就像刚刚说，像今天我们做修持、念诵一切的善，你想说希望众生都能够得到比这样子更殊胜的善。同样，或者当你修持之后，你可能有好的梦境、好的证悟，你都要想说希望一切众生有更好的证悟、更好的梦境都升起哦。梦境这里指的是可能修持的一些征兆等等，希望众生都有比自己更好的证悟跟这种征兆。多把修什么，让个就了，接送了，他那边嘛是把修准备拍摄，我送着，就是现在他们这里多把那把军人们先把修噻，呀，现在这个忙把了，多把那把接，那个推着修，现在现在里面先把修什么的。所欲。那这里的所欲也包括了还有不好的情况的时候，举例来说，可能遭遇到自己又升起了这种恶念的时候，譬如说我们说这种强烈的恶念会引入我们到恶道的，这时候你马上就觉知到之后，升起一念说，希望众生都不要升起这样子的恶念，希望众生的各种的会导入地狱的各种这些恶念呢，都由我来承受了，都由我现在这么升起的一个恶念而清净了。所以这就是所欲修道用的意思。他的孙八的出呢，我从tuntu个西吧，他在这个年龄，只呢，从这个了只呢点过来。那么以上就是修行7要当中的第3个要点，叫转恶缘为菩提道。接下来第4个是一生中的精要的修持方式。那这里说总共有5例的修持方式。对了呀，这现在了，修持上给，都那些吧，他7人个，7月除了怕被告诉，然后都我们找些我嘞，这些吧，你有嘞。在讲这个总摄窍诀要应修习5例的部分，它有分为2个5例，2种5例。一个是在今生生前的时候可以修的5例，一种呢是特别在临终时候可以修持的5例。这样造成这个了，身体的其他小伙的，每个人们都得把多么大的小伙查送，都能帮啊。这样他们偏偏多，罗伊偏把这个被什么药当都有嘞，俺呢上前把这个跑到上去个什么没找我瞧，上去个这把混到这把瞧什么，他们说差不现在这个上前把这个跑到给我就些个嘞，就是听着这一切。那么5例当中的第一个呢，它叫做一种牵引力哦。换句话说，它是一种能够你透过发心而能够一种很强烈的一种牵引着你的一种力量。那么举例来说，就像你现在你发心说，我要在证得佛果之前，我都坚定的行持菩萨行。你发起这样一个很强的一个心，它就像是一种很有力的一种牵引的一个动力，一种力量，就一直会牵引着你，带领着你，直到你成佛之前啊。这就是一般所谓的第一个叫牵引力。这是下边都没西跑的，现在呢，推人的送的，他的送的，俺那没西给跑的，上去个什么，没啥吧，动力超什么的，还跑当。然后这样到逻辑看，到我这个来说吧，今天让我说过的，这跑的，偏跑当，嘛呀，那到我这个跑的偏跑当很些过的。
那么这是第一种牵引的，它的时效性是你时间很长，它是未成佛前，我都要行菩萨心、生菩提心。再一种呢是特别发心，我在今生，在这个到临终今生的时间，我都要这个不离这个菩提心。还有一种这种牵引的力量，是指在1个月或者1年当中，我特别专注的我要修持菩提心，行菩萨心。再一种发心，一种牵引的力量呢，是指说我发心说，从今天，比如说你一早起来，一直到我这个一直到明天，我都要坚定我的菩提心，都要行菩萨行等等，这是第一种叫牵引力。所以有了这样子的一个牵引力哦，你确认你是多长时间之后，接着你就要不断的串习力，这是第二个，就是你就要在接着生活中，你要不断的提醒自己啊，我现在行住坐卧的时候，我的菩提心还在吗？或者说我还在行持菩萨行吗？我是不是又散乱了？等等，你要不断的去串习哦，去练习，去串习你的这个菩提心，就是你最开始所发的那个牵引力的发心。당에 개와야 뭐 제인 다태가 딱다 인사마 조시에 말해. 개와 가지 좀 상계 고방 마도 봐도 개와를 더해 좀 힘을 줘 버려. 많이 더 로종 제 되니 나동 더 지바 제 개와 가이나야 타나 개와 충충 둔돌라 칼라 감직 지마다 보다. 많이 더 적다 보다 보이나야 가지 툭툭지 가지 툭툭 당가 개와 전부 줘 개와 충충다 좀 말어 말해서 봐. 요 말해. 송바셔부 드리기 고문 빼 뭐서 바기 저와 동생 먹고 송자기를 봐. 고문 저와 먹고 송바첨부 드리기. 고문 저와 동생 송자기를 봐. 고문 주중에 송자기 말해. 나 송첨부 자기 이상. 송중 고문 주중에 주로 드리기 송을 내가 살리기 말해. 중중 도수다 배장처럼 요 말해서. 주를 때는 지요 말해. 주를 납치고 제고래. 중중 대라야 가져 두둑 제고래. 아야. 많이 공직 봐도 뼈 강직 봐라서 중중이야 가져 도둑 제거래 나 처음 힘을 제거래 조심을 지요 말。 再来第三种力量呢，叫做行善或者说修行呢，要不知足的意思是说，你对于行善你是不能有觉得这就够了。你要不断的做。举例来说，念佛也好，持诵咒语也好，修持也好，供养也好，那么甚至你只是譬如说看到一个小狗小猫，你给它一个东西吃等等，这样一点点小的善行，你都要去做。那么不要因为善小而不为哦。那么不像世间人，譬如说有些听说那些生意人，尤其是大商人哦，他们都心中想的都只是大的生意哦，大的单子。那小小的几块钱的那种，他们是不做，小生意是不做的。但我们修行人不是这样子的，甚至你只是念一次的六字大明咒也好，或者你只是供了一支香，点燃了一支香也好，这些善行你都要去做的，你都要不厌足，应该说不厌足于行善，你要不厌足。那希望顺道顿怎么顺心的多，다 제버는 세번들 때네 되네 다보도 동네 향하래 다동에 다 진진들 살랑도나 동네 양모 양게 되네 주양 신기 말이 말이 성제 공부야 도구 말이 심전에 배다 도구 말이 말이 주가 다든 세번들 매번 말이 봐도 내가 시작이면 사봤다고 했는데라 큰심 전부 제거래 다든 세번。 再来第四种力量呢，就是一定要消除我执的，就是消除我执的力量啊。那么换句话说，我们就是因为我执而不断的在轮回中受苦，所以你要很清楚一点，就是再这样下去的话，
还不消除我执的话，那么只是领受更多的痛苦，而你修行也永远无法进步，当然更不用谈最终成就佛果。所以第4种力量，你要很清楚告诉自己，我一定要斩断、消除我的我执。我看现在样，现在他们这大个商界啥了，过头吧，小，商界码头也跑到成都个什么的，门头吧，小，电影把东海看从那样，成都给超速，商界下就做不给，成都个结巴的我，那成都他们就超速，那个有头吧小什么的，对吧？对过来，这个东大的。说他们这谁把你的高档把给，就这个送个高档把个谁的，留着几把的，高档把。说他们这谁把你对，我这高档把个谁的，对东大的，就这个送高档把个谁的。那么再来第5个力量呢，就是愿力，或者说叫祈愿力，也就是任何时候你都要祈愿，都要回向，也就是你做的任何的修持，你都要回向，希望一切利益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佛果。或者你可以发愿回向，希望我所做的一切都不离菩提心。或者你发愿，希望遇到任何的考验、任何的恶缘、任何的逆境，这些都能够增长我的菩提心，都能够成为我菩提道上的一个助缘、一个顺缘，而帮助我能够圆满佛果，而利益无量的众生。所以就像是我们最终会念的娑那底以我福得利等等这样子的一个回向文呢，这就是噶当派的阿底峡尊者的一个祈愿文。我东把吹就过，那把啥我这边过，天天也没送出过，送出就把，就把送出就把，一个天的也没吧，我一个天过些天，那我他们过些了过嘛，天干嘛了过不去，从那过去到他天过不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到了禅修的时候了。这时候我们要做的修持是观修空性，那么也就是用这个迷境观四身空护为最上。换句话说，你要想经验你所经验到的一切一切的显象，它的本质都是空性的，这就是法身。然而它却很清晰的能够有所显现，那这个就是色身。而这样子同时空性却又同时有显现的明空不二，它就是报身。再来这样子的法报化三身，它是无二无别的，这就是自性身。现在你所经验到的这一切，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本质，而这就是对于你最好的一种守护、保护。